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来进入雅歌第二天的共读。昨天我们从雅歌知道关于雅歌的写作背景，还有我们如何来读雅歌。我们也看到在第一章当中，女子唱出对男子心中的爱意，而男子也来回应。他们有一个午餐的约会，彼此来互相的倾吐爱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关于第二章第一首歌的后面，以及第二首歌。雅歌第二章第一节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山谷的百合花。第二节，男，我的爱人伫查某囡仔中，亲像刺皮内的百合花。第三节，女，我亲爱的伫查甫囡仔中，亲像树林内的苹果树。我真爱坐伫伊的荫荫下，伊的果子我食起来真甜。伊带我入宴席厅，用爱情的旗嵌伫我的顶面，用葡萄干丸补我的力，用苹果赞我的元气。我爱伊爱到破病，伊用倒手扶我的头壳，用正手揽我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啊，我去羚羊甲田野的乐舞，恳切甲恁吩咐，毋通拍醒，毋通搅扰阮的爱情，互阮欢喜满足。第八节，第二首，女，看咧，我亲爱的来啦！伊搬山过岭，跳跳跳跳得来。我亲爱的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。你看，伊徛伫墙仔外，对窗仔在看，对窗仔姊在探。第十节，我亲爱的出声对我讲：男，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冬天已经过，雨已经煞，花开满遍地。鸟仔唱歌的时到啦，伫田野有听见万家的声，无花果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。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我的粉鸟啊，你美伫石棚内，伫山岩稳密的所在，求你互我看你的面，听你的声，因为你的声温和，你的面真水，把阮掠互你，也会损坏葡萄园的细只互你，因为阮的葡萄拄仔在开花。第16节，女，我亲爱的是我的，我嘛是伊的，伊伫百合花中在饲羊。我亲爱的啊，你着伫日亮冷、影春长的时转来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，对坎坷的山岭倒转来。今天的第二章前半段呢是关于第一章的第一首诗歌。那我们看见这个男女呢双方他们邀约能够在外面的午餐当中的约会。那同时呢他们能够互相的倾诉爱意，互相的欣赏。那二章的1节是由女子继续接续的1章16、17节。我是沙仑的野玫瑰，是山谷里的百合花。那沙仑指的是指平原，或是指加密山在南边的一个平原呢。是一个玫瑰花，又是一个百合花。那而男子呢回应：我的爱人在女子中，甚像是荆棘里的百合花。来形容这女孩子好像是不容易接近，但是呢，当能够仔细观赏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艳。但是呢，就是身边充满了这个荆棘，而这女孩子又继续用唱的。记得我们读雅歌要想象它是一首歌，是要用唱的。我的爱人在男子中，正像丛林里的一棵苹果树，我喜欢坐在它的阴影下，它的果子香甜，合我口味。所以
刚才男孩子称它是荆棘里的百合花，现在女孩子称赞它是树林里，或是说树林就丛林里了，指那个没有开垦的树林当中呢，居然有一棵苹果树，而且在苹果树下还能够吃到苹果，有这个香甜的味道。那我的良人，好，就是我的爱人，带我进他的宴会厅哦。宴会厅，哦，那让我们想到说，这个良人呢是所罗门，好，带他来到王宫来参观哦，好，这宴会厅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指酒屋啊，就是储放酒的屋子或是房子。那就是这个男孩子呢带这个女孩子好来到这个储藏酒的这个酒窖，或是这个美好的地方，在我头上飘扬爱情的旗帜哦，那这个翻译比和本又再浪漫一点哦，好，和本是为我插上爱的旗帜。好，那旗帜的意思呢？好，就是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注视，好，就是眼睛注视，甚至这个注视是讶异的看着，讶异的看着。好，所以这个男孩子带这个女孩子好到他的酒屋，然后呢，讶异的注视着她，或是惊讶的看着她，好，然后在她头上飘扬爱情的旗帜。那这个女孩子呢，好，不知道是醉酒了呢，还是被爱情冲昏头。好，我们需要稍微有点想象力。好，第5节说，请用葡萄干来补养我，用苹果来恢复我的精神，因为我为了相思病倒了。好，那这女孩子呢，好，因为爱情，好，结果呢，开始好像没有力了，好，她开始觉得，哎，这个需要有葡萄干，好，来补充体力，好像那个饿昏头的那种感觉，好，或是那个饥渴的感觉，好，甚至呢，她也说，因我为爱而生病了，好，她也知道这个病呢，不是她贫血，或是她这个身体有病啊，而是因为爱呢，好，让她在这个爱中呢，她就成了病恹恹的样子。好，那前面第1章有提到说，他是在修剪葡萄园哦，好，能够在太阳底下工作，好，但是他都能够来度过，但是呢，却在爱情当中，哇，他整个好像身体呢，好都没有办法经不起。那第6节，他就是这个男子用左手托住我的头，用右手拥抱我。所以因为有这个脚软了、生病了，好，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，男主角就来抱着女主角，好，并且呢，女孩子第7节说：耶路撒冷的女子们，请答应我，请指着羚羊和母鹿发誓，你们不吵醒我们，不干扰我们的爱情了。那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好，那这个女孩子在第一首歌的最后这里呢，好说她对象是谁呢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。好，那我们有说这里指的呢，好像是一个对象。好，那这些对象呢，好就是在听这首歌或者在欣赏这个爱情故事的人呢。好，那这个女主角说指着羚羊和母鹿啊。好，那这当然是指动物，好，但是这个羚羊或母鹿也可以被用来是指上帝的一种代号，就是他不直接讲上帝，好，但是他就我指着上帝来嘱咐你们，不要唤醒、吵醒，好，不要挑动爱情。那什么是挑动爱情呢？好，那在这个当中的解释呢，就会比较不一样啊。有的说比较谈交料罐的爱情，好，就让他们两个好在这甜甜蜜蜜的当中去享受他们两个人世界。好，但是呢，也有认为说这个不要挑动这个爱情呢，好，是这个爱情是指性爱，就是指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好，孤男寡女，然后热恋相抱相拥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子投怀送抱，这个男孩子手都已经把她抱在头下，好，将她环抱，好，那就是一时天的要勾动地火，然后就是接下来要开始进行，好，这个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好，那有人认为说不要挑动爱情，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进入适当的时机，好，这些事情不要让它发生，就是这个性爱还不要让它发生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看见的解释啊。
但是呢，他也似乎在表达说，这个男女之间，他们在爱当中，虽然冲昏了头，迷失，是好像看觉迷失了自己，但是他们还是知道有一个界限，等他自发。那这是第一首歌，雅歌的6首歌的第一首。第二首歌呢，从2章的8节开始，一直到第3章的第5节哦。好，那由新娘来开始先唱。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。好，所以这已经不再是午餐的约会，好，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女孩子的家中哦。她知道女孩子不晓得是前面呢继续生病还是怎么样呢，躺在家里面，但是她听到外头是她的爱人的声音，好，穿山越岭。我的爱人像羚羊，像小鹿，好，他站着在我家的墙边，好，所以这个男孩子呢来探视女孩子，好，然后呢，这女孩子呢只能够再从家里面来用听觉好来感受这个男子的存在。那他就是良人从窗口探视，从窗格子往里窥望，就是这样的动作呢，就是好像不是开大门走大路。那这也是在约会当中，男女的这种表现，就是不想要经过他人，不想要透过他人。好，那第10节，我的爱人向我说话，说什么呢？好，这是前面是女子的部分，现在由男子继续来说他该说的部分。好，第10节的后半段，起来吧，亲爱的，好，就是我的佳偶。好，我的佳偶在昨天的1章9节也有出现，好，就是指 my darling，好，我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好，而且呢是我的美人，我的美女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好，所以这个良人穿山越岭而来，好像要带这个女孩子出去。为什么要带她出去呢？你看，冬天过去了，雨季已经过了，好，就是现在是一个适合出门的时刻，好，不再是寒冷、冰天冻地，或是外面下雨下个不停，现在应该是个春天，好，12节，郊外百花盛开，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，在田野间可听到斑鸠的声音。所以第一首歌有提到男孩子想要娶女孩子，好，那他们在约会。好，第二首歌呢，他们似乎还在约会，好，但是女孩子好，不论什么原因，是因为第一首歌里面提到的生病，还是第一首歌有提到说他的兄弟们好对这个女孩子不高兴，那所以他不让她出去，但是呢，这个男孩子又来邀约啊，好，那没有透过家人，是直接来到他的窗边。外面13节，无花果开始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。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那这里应该比较只是说去欣赏外面的风景，好，那是指去私奔吗？还是说就让他离家出走呢？好，这个也有不同的解释下去，又会看到不同的情境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2章14节，好，他昨天有形容说这个女子的眼睛好像是鸽子，好，现在14节说我的鸽子啊，你藏匿在岩石的洞穴中哦。所以鸽子都是在这个天空飞，意思好像说这个男孩子要邀请女孩子，可女孩子在岩石洞穴，就是让她似乎高不可攀。请让我看一看你的容貌，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容貌美丽，你的声音美妙，好，所以应该是有一段时间，这男孩子没有见到女孩子，好，是希望能够再见到她的面，希望能够再听到她的声音哦。那这个男孩子后面就说要抓住狐狸，那些捣毁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葡萄树正开着花呢。好，那这个因为女孩子的工作前面有说她在看守葡萄园，葡萄园在春天好进入夏天开始要生长，好，那葡萄园就是要不断的看守，好，甚至狐狸来呢，好，这个会来把这个葡萄树好葡萄叶好葡萄枝来咬坏，好，让这个一切的辛苦力量就白费了。好，所以从字面上来看，好，就是男孩子也在关心女孩子的工作，好，但是从这个爱情的角度想象来看，好，就是男非常的想女，女也躲在家中。
但是呢，似乎在他们的爱情当中，好，是不是有狐狸？狐狸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好，那是不是有人来破坏爱情，还是来破坏在他们当中两个人的热恋呢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女孩子的回应，16、17节，我的爱人是我的，好，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羊群，等清晨的凉风吹拂，黑夜逐渐消逝。我的爱人啊，回来吧，像一只羚羊，向比特山上的小鹿飞奔而来。那这个女孩子呢，呃，有没有回应这个男孩子呢？好，如果我们继续看这样诗歌呢，好，就是说，好，他属我，我也属他，好，就是他们心是彼此相系，啊，即便不管外面是什么样的狐狸，或是什么样的拦阻，或者是生病，啊，或是家庭的因素，他们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出门去约会。但是呢，这个女孩子给了一个盼望，就是等到清晨凉风，等到黑夜逐渐消逝，好，就是指明天一大早，好，或是一大早的时候，愿你回来吧，好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从像羚羊、像小鹿穿山越岭而来。而像一个比特山上的小鹿飞奔而来，好，比特山真的有这座山，或是比特，好，它也可能是一个音译，好，就是指这个希伯来文是崎岖的意思，好，崎岖山间的小路，好，在形容他们之间的爱情有点崎岖，好坎坷，但是呢，他们两个人的心呢，互相的相系相属，而且他们想要再有第二次的约会。就是能够像之前第一章一样，好，有一个午餐的约会，他们还能够去看看春天的风光和明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从雅歌当中来学习爱情，从雅歌当中来思想主对世人的爱，还有对教会基督对教会的爱，同时也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本身如何来看待爱情，我们是否来懂得欣赏啊、彼此是沙伦的玫瑰，谷中的百合花，是否能够享受在爱情当中的宴会厅有爱的旗帜？是否能够在爱情当中画下界限，而不让这个爱情当中的这个的这个欲望，冲昏了对于爱真正的把持。求上帝也祝福每一对在爱情当中的男女，都能够从爱情当中得到生命的滋润，也能够得到人生美好的篇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。